來中部開始咧欠水，所以台中、大安溪復漏水、抽水的作業引發到地方的爭議，尤其是農民是真擔心會影響到因的灌溉用水。田幾個大窟窟，大安溪復漏水、抽水作業，閣一擺引發地方的爭議。後里的農民講，最近淹田的水量變少，互稻花攏發袂出來。我較早若開了補了攏。大家灌溉攏無問題呢，你怎麼互你開咧？阮這下要開，要抽無水。因為水利署佇咧今年年初為着凍坑灣啟動大安溪復漏水抽水，當時因為驚影響全景總暫停，如今因為無水，閣一擺恢復抽水。毋過抽水了後，農民就質疑灌溉調度的水量無公平，區間的水量來做分段輪灌。水利署是回應，會以農業金田用水為主，邁含農水署隨時做調整，希望滿足農民的需求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